好，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咯。总理府伊命虽然像短短46年咯，毋过伊文学是一个贵风俗的一个人哦。因为伊对文学的坚持，本人对伊过尊敬啊。所以那个中央太空呢发现去天堂后有一个新的星呢，小行星就用伊名来命名哦，很多总理府的小行星哦。也是对伊尊敬，因为伊对文学到死都还是个改伊文学哦。伊最精华的失眠就是伊书写归来嘅失眠哦。虽然花迄按多钱，毋过呢也失眠嘛值得的哦。伊身份呢融入个农村，伊虽然毋会做农事，毋过伊会去采访着农人乜样样的生活啊，样样的种啊，无样样的种啊，伊会推记录下来哦。还有呢，伊写过多，应该讲伊请的过多人，访问也着人，记录过多个山歌，还有童谣，还有谚语哦，也着都是伊写作的一个养分哦，伊材料哦。我哋看伫一个历史农场地位，其实嘛，我哋看到有一些山歌是地位，也着嘛系伊记录下来过后，伊来改写的哦。毋是地位有写到山歌，有写到客家的谚语，就会有客家文学的一个感受哦。